去到每一度，點解總會有得嘈？難道繼續困死陰濕小氣度？我有一路，清楚找我有幅圖，行話數來任你講卡都好做。將地包袱走佬，一步一步計算好，冇最後說話，最後手稿，冇嘢要透露，冇人找補，叫埋包袱走佬，無論乜嘢地步。去到每一度，點解總會有得嘈？難道繼續困死陰濕小氣腦？